言教这本书主要呢就是以大圆满的前行，也是完整的一个修持大圆满法最需要的一个实地性的一个修持的方式，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然后它有就是分别于共同外潜性跟不共内潜性，然后共同外潜性来说的也是分为就是6个部分6个课程的部分。那么当中呢，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讲到在共同外潜性里面的前面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书本的怎么说呢，名字书本的那个书名，还有那个作者的介绍，还有呢就是有为何写作这个书本等等，所以就是写作书本的过程呢，就是在作者对他的有尊敬的对境做的顶礼，已经要著作誓愿等一切都已经讲解圆满。那么今天呢，就是有前善意跟中善意、后善意3个当中呢，就是在中善意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广大意乐菩提心法性以及方便广大密主者等起这种2个过程之中呢都到了在那个听法的这个如何听法方面的这个课里面呢，就前面已经圆满了这一上，然后现在呢就是从5不耻那么5不耻呢就是此文不耻一，就从这个这里开始就是要今天的课。那么我们上次就讲到这里，然后在我们讲课之前呢，就是我们第一次从这里面就是说广大意乐菩提心法性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就是在如何听法的方式，我们就最主要呢就是为一切众生的法心，在轮回中的一切众生曾经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亲，那么做过父母亲的时候呢，我们在每一世的父母都是对我们有恩重如山那么这些一切的父母众生都是还是在六道轮回的苦海当中一直不断的在痛苦。那么这些的众生呢，就怎么样的才能够可以得到一个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或者究竟果位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些来说到，就那他们每一个众生都是需求安乐，需求幸福，但却不知道真正能够得到幸福感快乐的知因修持十善等这些善事，那么都不希望得到痛苦，不希望感受到不快乐的一切事情，但呢就是断除这些痛苦的因也是不懂怎么去断除在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十不善等这些造业的方法。所以心里想要得到快乐，但是真正的这是造成不快乐的因，所以就怎么说呢心相跟所谓的行为完完全全就是颠倒的行为者，这些众生是非常非常的可怜，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已经遇到了，我们这一世当中获得了下面人生，而且是遇见了佛法，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更应该的要珍惜的去修持佛法。为了什么呢？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修持佛法而成佛再来度化一切众生，以这样的发愿跟这样的发心。因此我们今天也是来到这里，专门就是为了这些众生，所以就是要听课，以这样的发心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听这个课本的内容。持文不持义，持
好嘞，吃文不吃，吃文不吃义，这个你们有找到吗？啊？第11页。如果不观师甚深的汉意义是吧？对。仅仅为了此句的美妙动听而受持，这如同孩童采集鲜花一样。因此进推敲什么？推敲词句。此句对于自行无有利益。那这个方面是解释的部分，先不用做，应该后面就是会有解释。吃义不吃文，如果认为一切文则此句都是泛泛空谈，没有任何实意，而轻视此句偏重甚深的意义。是意深。好的，那么此句和此句什么？此句与意义就会互相脱离。因为为领会而吃，如果没有理解了义，不了义，具有密意的各种说法而受持，此会误解词句和意义而违背正法。上下错妙而持，如果上下错妙而受持，则违反了佛法的规律。因此无论闻法、讲法或修法，也都会相什么？正法相违。对，正法相违。颠倒而持。如果意颠倒而受持，则相续会因为邪见的滋生埋怨而被毁坏，并且此人将成为佛法的败类。所以应当断除这些过患，做到一切词句与意义上下不错妙，以正确的方式受持。遇到疑难或甚多之处时，不以身懈怠而不受持，应精勤受持。遇到简单或极少之处时，不能认为法义浅显而轻视，因不遗忘而受持。按照上下此地顺序，无有错妙，正确的受持一切此意。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刚刚等一下啊。那我们就要做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解释啊。我们就是要五种不吃嘛，就是五种不吃来说的，就吃闻不吃疑我们在听课的期间呢，就是我们只是把这个
简单的这个文字上面的一些比较容易听懂的这些方面提一提，但是它的真正的意义并不了解的情况下，那么就不会有太多的帮助。因为我们在最主要呢，就是佛法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教育，像我们从实践的语言来说把它怎么说呢，叫成为一种教育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那它是什么样子的教育？它是一个非常跟其他的这个实践的教育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那么佛陀的这个怎么说呢？法义呢，不是特别容易能听得懂的，它是有非常深奥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刚是听这个词句上的这种表面上的意义，但真正的这个正确的意义不去听懂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听课就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也是一样的，主要是如何听课，就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学习就是怎么样去听课。当然知道修持佛法是需要闻思修3个过程。闻思修3个过程当中来说到，就是闻是什么？听闻佛法就是一个学习。那么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是仅仅的就是表面的这个文字的那些怎么说呢，语法跟这些比较好听的这种词句，然后但没有真正的去听它的内容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它的内容的情况下，那我们所谓的听课呢，对我们没有得到太大的帮助。那有的人就觉得这个词句是不是特别重要，只是那个内容就它到底说了什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我们懂就可以了，然后词句就不需要。那这样去想的话，那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就非常仔细的持续每一个怎么说呢，词句也好，然后它的内容也好，都必须得要学习，然后就学会了以后记在心里面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相当就是刚刚就是怎么说呢？仅仅为了此句的美妙动听而受持则如同孩童采菊鲜花一样。那么小朋友就到了一个怎么说，满地都是各种鲜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小朋友就随便去采很多那个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他认为比较好看的都会采。但是采是为什么要采这些鲜花？采了鲜花要做什么？都没有这种的想法。心里来说的话，那么这种的话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进因此进推敲此句，对于自心无有利益。所以我们就是听课的时候呢，就有些讲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在很多的文字的那种组合跟还有语法是有很好听的非常喜欢听的这些词句的话，那么仅仅就是这个比较好，这个说的很好听，这个好像就是特别就是有些作者写出来的就非常好听的时候呢都是词句上很好听的，但是里面不去重视它的真正的就是书圣的内容的话，那么就是前面就完全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心相续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然后是义不斥文如果认为一切文字词句都是泛泛空谈，没有任何实意，有这种的想法的话从而轻视此句片重甚深的意义，那么此句与汉译就会互相脱离。那么这个脱离的情况下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得要此句也是很重要，必须得要记下来。刚是内容句也不行，没有内容的像刚有词句也不行，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依靠此句不可能了知意义，
所以我们要了知意义的话，也是必须得要依靠此句，所以这个此句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看一下啊，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在不弄就是上下错妙，然后上下错误，就是前面讲的上面讲的部分呢，就是把它那个听成后面的上后前后的，我们就是佛法当中来说到就有很多就相当就是在六度波罗蜜，或者是五戒，或者是三宝，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就是有相当就是三宝，就是佛法僧，那就是三宝，你就把它就是先一开始就说成僧法佛那种的话也是不可以的，这个就是有刚好就是三个就是三宝，然后就也不用更多，也不弄太少，就是比如说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也不用讲七度，也不是五度，那么就刚好就是六度波罗蜜。那么这个全部都是有含义的，六度就刚刚好全部都包开在里面。那么在这个又更解释起来的话，就是六度都是有可以在分别的，就是有10度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些都是有在拨开在六度里面的。那么像我们讲到那个烦恼的时候，就是5度的烦恼。那么在5度的烦恼，在分别处的话，就是有84000多种的烦恼，但是也是在它就是最终也是在一个5米或者3度、5度，就是这些。那么相当于就是佛教的所有的这些名词里面，都是上下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词句也非常重要，所以也不能那个颠倒而驰。然后这个内容呢，就是不能错误的去了解，而且是上下不能错误，内容不能错误。这个方面这里面讲的是比较，我们刚刚就是已经念过一次嘛，念过一次的时候好像都比较简单的就过去了，好像就没有太大的那种怎么说呢？没有太大的就是怎么说呢？内容的这种感觉嘛，但实际上来说的，这个是大家都必须得要知道，我们这个深圣佛法的这个佛陀的教义是跟其他的教义不同的地方是，那么它呢就是在表面上一个听得懂的情况下，并不是真正的内容，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内容，所以以后的话就是看到任何佛经也好，佛教书的时候呢，要重复的看，你听懂了，觉得你懂，这些都很清楚，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也是不够，不一定会全部都懂的。所以就这个方面是什么原因呢？在我们的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当初在弘法的期间当中，相当就是在那个时候，当代在印度呢，当地那个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印度呢，就是有很多的宗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是相当就是有相互就是竞争一样的弘扬的一个这样的时代。那么也有有些宗教呢，就是不同的他们自己的各有各的特色，像有些印度的宗教，像波罗蜜的教这些来说的，就是一定要只有在人类众生当中来说的，也是比较高级的人类才能够可以修持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高级是怎么去区分呢？就是印度有一种家族性的，那么哪些家族是比较高贵的？那么就是在国王族的或者是那个婆罗米族的那些，就是比较高贵的身份制。然后呢，有些呢就是比较奴仆啊等等这些乞丐等等这些来说的话，那么就是比较低层的家族的这些身份，有这种的区分来说的话，那么婆罗蜜的教那些来说，只有就是高级的人才可以修持的，有这样的一些区别跟一些这样的特色。那么佛陀呢，就是把佛陀的教呢，就所有的人都要修的，可以修的，而且是所有的众生都需要的一个这样的教法。原因是什么呢？每一个众生都是有因贪嗔痴烦恼五度烦恼，所以就是承载着一切的痛苦。所以呢，就是要脱离一切痛苦的情况下，谁需要脱离痛苦，谁都需要佛法。但是这个呢，就是主要是每一个众生有没有因缘缘分而已。所以呢，就是在除了人类众生以外，那么其他六道中的众生都比较没有能够可以真正的修持佛法的因缘而已。所以佛陀所讲的法呢，就是可以，佛陀的佛法是所有的人，无论是什么样子的身份，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可以修持、可以接触的一个这样的宗教。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是为了他的这个教育，所有的人都不会觉得他就是很低级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修持的，没有像婆罗蜜的教那么的珍贵。那么就是因此呢，就是他把这个内容是说的有很多的深奥的内容，所以这必须得要学习才可以了解的。并不是说只是看书就能够可以在了知佛法的一切含义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宗教，它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学问教育，所以必须得要学习，要讲的人讲法的人必须得要一一的解释，解释完了之后就是一一的听，才是能够可以能够可以再达到学习学佛的这种要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自本作人着空着我